今日打卡鳳凰嶺村，係位於新界粉嶺北，同大家來睇下最新進度。預計在今年下半年就可以攞鎖匙啦。而家呢度現場真係火爆，有唔少街坊都開始諮詢裝修同方案啦。今日分享呢套原木風334車兩房案例，靠牆訂製4車地台床，上翻門設計收納過櫃3被，床邊設計辦公書台，側邊連埋到頂衣櫃，結合多種收納設計來執衫褲。呢邊做咗整面收納板裝飾，靠窗設計電視矮櫃做隔斷，側邊設計長條軟包凳，牆面整排吊櫃增加收納，沙發搭配小茶几。呢邊設計餐邊舉，同時兼顧收納同隔斷。前面擺落食飯餐台，啱好能坐晒一家人。入屋左邊訂製3尺地台床，床尾嵌入吊櫃同書台，輕鬆幫你細房實現多功能。透氣板加吊趟門隔斷。呢邊設計鞋櫃，擁有超多收納空間，出入屋都唔晒擔心冇位執放啦。吊櫃下面擺落雪櫃，廚房 L 型佈局，浴室乾濕分離設計，仲係等住收樓嘅街坊，而家 PM 我了解方案同報價。